農曆新年期間啊，城巴嘅798P 額外增開咗班次，為大圍同埋沙田提供咗直達將軍澳市中心同埋康城嘅全日服務。咁今日已經試搭咗啦，咁啱咧又係呢架馬年嘅廣告巴士喎，認真係應節啊！咁我哋3點3喺大圍站上車啦，大概有10個街客。咁啊之後要繞經美林村同埋美松苑，沿路掉頭出返嚟。咁啊，對於大圍嘅街坊嚟講咧，喺站樓下上車就梗係方便啦。但係對於喺大圍站上車嘅將軍澳居民嚟講咧，呢一段路可能真係浪費時間喎。咁所以就都兩睇嘅。咁啊，巴士喺3點32分去到沙田市中心，條隊都大概有一半人上車嘅，都係大概10個左右啦。之後又載住20幾人駛上大老山隧道同埋將軍澳隧道啦。咁啊4點02分已經去到尚德，呢個車程嘅時間，我諗對於將軍澳南嚟講咧，都應該相當之吸引嘅。咁4點3就去到康城落咗車啦。咁最後咧，巴士係以將軍澳工業村作為總站嘅。咁就喺康城嘅商場行一陣啦，諗住康城就搭翻車翻沙田啦，又見翻呢部馬年嘅巴士喎。啊點知上車一出站咧，就即刻壞車停咗喺度喎。壞車啊！其實呢架車咧喺去程嘅時候已經係壞壞地㗎啦，試過有2次上下斜都停咗喺度咯。咁可能因為新年啦，咁啊車廂內外都充滿咗快活嘅空氣嘅。咁啊司機又話部車已經行唔到啦，咁所以就叫大家落車等啦。咁半個鐘之後就搭到下一班嘅798P，咁啊但係咧上到觀塘繞道又遇上塞車喎，咁所以就回程嘅時間都唔能夠作準啦。咁不如大家就留言分享下你今日搭過係咩情況啦〜